我啱啱喺雲頂賭場遇到嘅靈異事件，最後我都講咗俾我喺馬來西亞嘅 uncle 聽，佢又講咗另一件令我好心寒嘅靈異怪事俾我知。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喺馬來西亞上雲頂高原嘅舊山路度，有啲活生生嘅人去唔到，專門係開俾孤魂野鬼嘅地下賭場。1993年，馬來西亞連日大雨，引發咗山泥傾瀉，淡江高峰塔公寓其中一座全棟冧晒，48具屍體被活埋喺不見天日嘅泥濘裏面。30年後嘅一個暴雨深夜，有人喺嗰度叫車，話要去雲頂。歡迎嚟到嘉仙奴，我係阿嘉，大家好。呢個唔係傳聞，而係我馬來西亞嘅親戚嘅親身經歷。我將會用第一身落去講呢一件事。我叫阿華，係一個喺吉隆坡開夜班網約車嘅司機。呢件事發生喺2023年嘅12月11日。呢一日剛好就係馬來西亞高峰塔冧樓慘劇嘅30週年紀日。當晚吉隆坡落住傾盆大雨，接近凌晨12點，我準備收工返屋企，手機突然叮一聲，收到一個奇怪嘅訂單。上車地點竟然係淡江嘅高峰塔廢墟附近，而目的地係雲頂高原。車出邊落住滂沱大雨，嗰條去廢墟嘅山路一盞街燈都冇。我開住大燈，遠遠就睇到泥濘嘅路邊企咗一個着住白色連身裙嘅後生女仔。佢冇拎遮，全身都被雨水淋到濕晒，手上邊揸住一個非常復古但已經睇得出好有歷練嘅舊手提袋。佢打開車門，一陣難以形容嘅暴雨泥土味夾雜住好淡嘅花香味，瞬間飄咗入車廂。我開聲講：小姐，咁大雨，你做乜一個人嚟到呢啲地方啊？我一邊踩油，一邊就喺倒後鏡望下去。後座嘅燈光好暗，我只係睇到佢好長嘅黑頭髮濕立立咁樣貼住塊面，而面色就好似一張白紙咁。佢冇即刻答我，只係耷低頭。隔咗一陣，佢用一種極其沙啞、毫無起伏嘅聲音講：司機，開快啲，12點半前我一定要去到雲頂。我為咗打破車裏邊死寂嘅氣氛，試圖揾話題。去雲頂玩啊？呢啲天氣上山都幾危險㗎，霧好大啊。係呢，我啱啱見到你喺高峰塔嗰個方向行出嚟，嗰度都封鎖咗幾十年啦。本地人都話嗰度好邪。我知道。佢突然打斷我，個頭轉咗去望車窗出邊，然後跟住叫我專心揸車。我喺倒後鏡望到佢慢慢咁抬起頭，個雙眼黑到睇唔到眼白。佢嘅身雖然濕晒，但後座嘅皮凳上面竟然連一滴水珠都冇。車慢慢駛上去雲頂高原嘅高速公路，由半山腰開始，大霧好似怪獸一樣籠罩住成條山路，能見到得個3公尺。我連氣都唔敢大力吸，兩隻手大大力咁樣握住個軚盤。呢個時候突然聽到後座石一聲，嗰個女仔打開咗佢嗰個陳年舊手提袋。當我喺倒後鏡偷偷地睇到佢，我個背脊浸浸涼。手提袋裝住嘅唔係衫，亦都唔係化妝品，而係裝滿已經停產嘅舊版馬幣。更恐怖嘅係，嗰啲鈔票嘅邊全部黐住咗啲乾咗嘅黑色血跡同埋黃泥。佢一邊用一隻毫無血色嘅手摸住啲銀紙，一邊講：我死都唔甘心，我已經準備好晒錢，要去雲頂，今晚我一定要再去。我嚇到啲眼淚都差啲流埋出嚟，
雙腳都軟埋，差啲連踩油都唔夠力。佢冷冷咁講咗3個字：唔使驚。然後攞咗一沓舊馬幣放咗喺副駕嗰個位上邊。當嗰沓錢放落嚟嘅時候，車廂入面嗰啲花香味突然消失，取而代之嘅係一陣濃烈嘅腐肉臭味。佢跟住話：將我送去嗰度，呢沓錢就係我俾你嘅車費。如果你夠膽唔車我去，我就要你陪我返去廢墟。我邊度夠膽拒絕，只能夠一邊喺心入邊瘋狂念經，一邊咬實牙關將車向住大霧駛去。就喺經過一條已經廢棄嘅舊山路嘅路口嘅時候，佢突然大聲叫，轉入去。嗰度係一條長滿雜草嘅小路，但係嗰條路根本唔係去雲頂賭場嘅路。駛入去唔夠500公尺，大霧中突然出現咗一間用鐵皮同埋木板搭成嘅古舊大屋，屋檐下掛住2盞散發住幽幽清光嘅油燈，門口停咗幾輛60、70年代嘅老爺車。更詭異嘅係，大雨落喺呢間鐵皮屋頂上面，竟然一啲滴滴答答嘅聲都冇。車停低咗，嗰個女仔拎住佢嘅手提袋落車，佢轉個頭冷冷咁同我講：跟我入去，你身上嘅陽氣夠旺，可以幫我壓陣。贏咗分你一半，輸咗你留低做替死鬼。一股無形嘅力量好似上咗我身一樣，我竟然冇辦法控制，就解開咗安全帶，渾渾噩噩咁跟住佢後面入咗去嗰間透住青光嘅木屋。一行入去，我望到嘅場面差啲就暈低。屋入面擺咗幾張殘舊嘅賭台，圍滿咗好多人，但嗰啲人有啲面色慘白，有啲個頭都變咗形，有啲身上高仲係着住幾十年前嘅舊衫，散發住泥土同埋腐爛嘅味道。唔通呢度就係傳聞嘅陰間地下賭場？大廳中間有一張百家樂台，後面坐住一個陰陽怪氣嘅可觀，雙手骨瘦如柴，指甲又黑又長。個女仔大步行過去，將成個手提袋砰一聲就掟咗喺台面上高，然後話：30年前未賭完，今晚我要繼續。可觀慢慢抬起頭，嘴裏邊發出乾澀嘅笑聲：小姐，你終於都嚟啦！個女仔擰轉頭望實我，佢嘅眼神好似2把冰冷嘅刀扛喺我條頸上面。佢話：司機，將你隻手搭喺我膊頭上面，用你嘅陽氣幫我攞啲靚牌。我嚇到全身打冷震，但為咗條命，只能夠鎮住咁將右手搭喺佢冰凍嘅膊頭上面。嗰剎那，我感覺自己所有嘅力氣正喺度被瘋狂抽走。可觀開牌，莊係1張8，1張10，點數係8點。呢個喺百家樂裏邊幾乎係贏硬嘅天牌。嗰個女仔面無表情，伸出嗰隻又乾又皺皮嘅手，慢慢咁樣翻開佢嘅牌。第1張4，第2張同樣都係4，點數都係8點，雙方打和，需要再補1張牌，氣氛緊張到極點。可觀鎮住咁派咗最後1張牌俾嗰個女仔，佢神色猙獰，全場死寂。等佢慢慢揭開隻牌，係桃花9，4加4再加9等於17，個位數係7點。周圍嘅賭客興奮咁大叫：莊贏啊，莊贏啊！個女仔輸咗。睇到呢個結果，我驚到全身起晒雞皮。我感覺到我好似就快要死喺呢度。但係嗰個女仔睇到嗰幾張牌，佢冇發癲，
只係呆呆咁企喺原位，面上嘅猙獰反而慢慢消失咗，取而代之嘅係一種無比淒厲、令人毛骨悚然嘅狂笑。佢一邊笑，眼淚同埋淚水混埋一齊流咗出嚟。佢大聲講：我等咗30年，呢鋪牌都係要我輸，點解唔可以俾我贏返鋪？佢轉個頭，眼定定望住我，眼神裏面冇任何賭徒嘅瘋狂，而係一種解脫嘅空洞。佢開口同我講：司機，多謝你帶我上山，30年啦，我終於可以死心。突然間，屋裏面吹起咗一陣好大好大嘅風，全屋出現咗好多醃眼嘅濃濃白煙。我對眼醃到擘唔大，當我好辛苦好大力再擘開眼，我發現自己竟然坐喺自己嘅車入邊，架車就停咗喺雲頂山路嘅半山。四周圍除咗一片白茫茫嘅大霧同打落車頂嘅暴雨聲，附近咩都冇。副駕駛嘅凳上面亦冇任何舊鈔票。我啲頭髮、我嘅衫都冇濕過。呢件事發生之後，我就病咗足足3個月，3日唔賣，2日就發燒。阿華老婆同 uncle 講，其實嗰晚佢返到屋企，佢嘅褲腳同埋鞋其實都黐滿咗厚厚嘅泥斑。件事發生之後，阿華成日都呆呆滯滯，可以成日都唔講一句嘢。只要華嫂唔喺佢身邊，佢就會坐立不安。每次問起佢呢件事，佢都會仲係好驚咁講唔記得。時間過咗2年，阿華嘅思路亦都開始比以前清晰咗好多，講說話都好有條理。佢最後都講咗當晚嘅事俾大家聽。有人話賭博係一條不歸路，因為賭徒嘅執念連用鐵鏟都鏟唔走。但或許嗰啲深夜喺山路向你招手嘅，佢哋唔係想害人。佢哋只係被自己嘅執念困咗喺解唔開嘅死亡循環裏面。高峰塔一直都存在好多靈異事件，但係阿華呢一單係我聽過最恐怖嘅一單。我一邊聽一邊毛管戙。荒廢咗超過30年嘅馬來西亞淡江高峰塔 Highland Towers 拆除程序正式獲得馬來西亞政府批准。預計將會喺2026年底前正式展開拆除工程。希望當年嗰48位遇難者已經離苦得樂。請幫忙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， 記得撳埋旁邊個鐘仔，新片一出，大家就會收到通知㗎喇。多謝晒。